求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过去到现在，你拢保守看顾阮。不论阮的日常生活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赏赐阮快乐。伫顺境的时，你互阮学习感谢的心，将所有的荣耀归互你。伫逆境的时，你也帮助阮，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互阮会当超越过阮生命所拄着的挑战甲困难。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欢喜，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阮特别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为阮所做一切事，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甲你亲近，来了解你的心意，来听你的话语。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当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你，来得到你的欢喜。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全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阮无论献诗学乐理、抒琴、诗花，或者是传讲信息，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用你的圣神带领阮，阮会当做荣光你的服侍。带领众兄弟姊妹敬拜你的过程中间，阮本身也领受祝福。求阮的主啊，阮特别恳求你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阮伫教会生活中间会当彼此相听，互相扶持，透过代祷，透过互相的关心，来体验对你遐来听。阮中间有时有人会拄着艰苦、忧伤的事，有时会拄着亲人失落，或者是病痛而且的代志。主啊，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伫地，阮会当发挥教会功能，彼此关心，彼此代祷，透过这个来经历主你极大的恩典。阮特别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阮伫10月份的19到26会举行长老甲执事的改选。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会当选出合你心意、服侍你的人，也带领这个新的团队，会当继续过去前辈的脚步，照你的旨意，互教会的事工会当顺利推动出去，互更较侪阮的同胞得到福音。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今仔日是客家的纪念主日，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生活伫即块土地顶面的无共款的族群，会当彼此相听，互相合一，也会当分享对你遐来的福音真理。阮伫逐家乐咧努力的过程中间，有主教阮三甲伫地。阮特别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带领看顾，互台湾真真正正做一个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的所在。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你所竞选，互引请quyền利，但伫你殿下埕的人真有福氣。阮要因為你的厝、你的聖殿的福氣，心滿意足。這是咱要三個來吟詩阿羅上帝。聖詩67首，發生阿羅上帝。聖詩67首，發生阿羅上帝。寫這請起立來吟全首。請坐，請坐。這是咱的同心來祈禱，請通阮的天父上帝、萬軍的耶和華、全能的主，這是正假日謙卑來到聖殿敬拜你，懇求聖神安靜阮的心，透過牧師所傳講的信息，請記住你要甲阮所講的話。恭敬要將今仔日的禮拜交託佇主你的聖手，求主來帶領。主啊，求你來赦免阮佇無意中所犯的罪，有時無好的見證，虧欠上帝榮耀。求主堅固阮的信仰，洗清阮的心，互阮有正直的靈，保守阮的心思意念。天離開地有偌懸，上帝的慈愛對敬畏的人也是遮爾大。人離開西有偌遠，上帝互咱的罪過離開咱也是遮遠。因為主你無比的疼，救贖的恩典，帶互阮有永生的願望，保守阮袂受到社會濟濟的試探引誘來犯罪，無追求家己的利益，
独独追求上帝心意。恳求主赐予阮有对主来的智慧，诚侪合伫上帝心意的人，荣光主你的性命。特别上帝，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主日，主你疼痛伫台湾这个土地所有的人。伫154年前，主你带领宣教师来到台湾传福音。恳求上帝继续来带领正教会的牧者，以及每一位信徒，持守伫154年前宣教师来到台湾传福音的心志，互福音传遍台湾各所在，特别伫客家，阁有真侪人毋捌主。阮看到客家宣教的欠缺甲需要，求主全灵圣手引带带领，互每一个人拢得到福音的恩典，加做因一生的祝福。特别上帝，阮嘛要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交托至主你的圣手。伫今年的10月份后个月，阮要宣出新任的长职。求主来带领，合伫主你心意的同工，同心为着教会的圣工来服侍，装备阮，诚做合伫你心意的基督的精兵，为主来征战，来传福音。嘛恳求主来复兴双联教会，带领正同工有合一的心服侍，无论是特牧师团以及长职同工，阁有兄弟姊妹，阮彼此扶持包容，互相来劝勉，尊主最大，愿意来献就阮的时间、阮的财情来互主用，赐福伫教会宣教事工有果效，带领搁较侪还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互相的教会诚侪社区的祝福，嘛诚侪正教会的祝福，荣光主的性命。主啊！阮嘛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来掌管伫台湾，赐智慧，互阮的赖总统以及所有的行政的团队，行公义，制定合伫主你心意的政策，祝福伫即个土地所有的百姓有对主来的平安，也为着阮中间心灵有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来掌管赐福。互因的心灵得到坚固，满有平安，有气力来行头前的道路。也为着今仔日传讲信息的黄牧师来祈祷，互黄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带出信心的气力，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无够也，爱用主甲是阮的主顾问，三个来祈祷。阮伫你的爸，阮你的名姓。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之下，你对你记住你的天理，我就是今仔日互阮下面阮的国父，记住阮要下面共阮的人，我哋传阮的支持，就叫阮甲你厉害的医院国决定甲人哥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们三个来启应，启应文28篇，诗篇139篇，伫咱的信息后面42页的所在，启应文28篇，咱三个来启应。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在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清知。
你伫我的前后为我。这款的财目奇妙，我袂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铁开清早的室，就那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夜看我，就黑暗也袂夜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你是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这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因为因的诗是主我伫遮，主我伫遮。
是主，阮伫遮管理找牵阮，感谢圣歌队用真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主，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要三个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1到第9节，伫台语译本汉罗版432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306页的所在，腓立比书4章第1到第9节。第1节，所以我所亲爱、所少年的兄弟姊妹，恁是我的宝欢喜，我的荣光，着我靠主来徛在。我口渴犹阿蝶，嘛口渴顺道机。恁伫主的内面着当心。第3节，我重视的同伴啊，我嘛爱你帮赞这两个妇人人，因为因甲古里面以及我其他的同工，捌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奋斗，因的名已经有记载伫活命册。着时常甲主个人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第5节，着互众人看会出恁的宽容，主特别来啦。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你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第8节。兄弟姊妹，总讲一句，才会建立好德行的事，才会达得称赞的事，就是一切真实的，一切通尊敬的，一切公正的，一切纯洁的，一切可爱的，一切通学乐的，才会恁拢着不时藏伫心内。恁对我所学习、所接受的。听到、搁看到的，才会拢总继续实行。安尼，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这时，我要用客语圣经来读一遍。腓立比书第4章第1到第9节，第1节，爱所亲爱、所想念嘅兄弟姊妹啊，你哋係愛嘅歡喜，係愛嘅勉勵。愛所寫嘅啊，你着愛靠主祈穩。第2節，猶阿爹鬧順道基啊，愛困求你着愛同心，就像信主嘅姊妹。第3節，愛總是嘅同伴啊，愛也求你幫助佢兩下，因為佢着在福音嘅工作上同愛嘅裡面，留其他嘅同工是向下勞苦，呢等人嘅命。全部已經記在上帝嘅生命冊。第4節，你哋愛因為同主結連來常常歡喜。我再講，你哋愛歡喜。對所有嘅人，你哋隆重愛獻出謙卑。主愛來咧。第6節，應當全無掛慮，凡事愛祈禱，將你哋所需要嘅留上帝講。用感謝嘅心來祈求。第7節，上帝所賜嘅超過人所想嘅平安，會通過基督耶穌保守你哋嘅心懷意念。第8節，兄弟姊妹啊，總講，你哋愛時常留意嘅到好得很、老看得稱讚嘅事，一切真實、高貴、公正、純潔。第2項留公用嘅事，你都全部愛看重。第9節，你都對愛所學習、所領受，也係所聽到、所看到嘅言行舉止，攏總愛實行出來。使平安嘅上帝就會留你都同在。以上，願上帝祝福，願意聽伊嘅話，個安尼來行嘅人。今仔日足歡喜，邀請到總會誒客家誒宣教。幹事就是吳鵬仁牧師來傳講信息。吳牧師要傳講的信息是當心服侍主，
同心服侍主，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今天的蔡牧师团队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真欢喜听到客语的读经，相信这嘛是对客家宣教非常重要的代志。真欢喜受到双连教会的邀请，接纳客家宣教的委员会，会当来到双连教会来分享客家的宣教。伫讲道的大心做伙，咱做伙来祈祷。想使阮活命甲你唯一的主，求你发出你的光，照明伫阮的心的目睭，互阮的心得到你的引带，有力量、清醒，通跟对你的脚步。阮安尼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平安，我是总会新任的客家宣教的干事。虽望我本身毋是客人，总是上帝奇妙安排，互我伫学校有机会接触客家的团契，嘛甲客家团契做伙去客庄来宣教，有真好的礼拜。佫非常奇妙的代志，是毕业了后，伫抽签的过程，上帝派我去客家的教会牧会。现在嘛受到总会邀请，加做客家宣教的干事，即马来做客家宣教的事工。客家族群虽然毋是咱台湾社会甲教会主流，总是咱看见客家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北地的中会内面，只有一个客家宣教中会，总是咱看见客家的族群伫台湾是第一多的族群。3当前有一个统计，客人有偌济？伫台湾差不多有466万人，差不多是每5个人各有一个客人，这是非常多的人群。客家较侪的所在，大部分是伫桃园，是伫承德，是伫苗栗，伫南部有伫屏东甲高雄，东部嘛有客人伫花莲、伫台东，拢有客人伫遐咧生活。咱看见遮尔济客人伫台湾的即个社区，是咱要关心的目标。咱若是有关心台湾的政治，嘛发现遮政治的人物嘛非常的重视客家。有一本册是专门咧研究台湾客家的族群的政治的转型，伊的册名叫做《三分天》的。这本册咧探讨台湾自从开始有民主的这个选举以来，每一个总统的候选人，拢会去连接因甲客家的关系。亲像咱所敬听的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会讲起因的祖先出伫客庄；马英九总统初一拢会去苗栗来祭祖；蔡英文总统会直接讲客家的查某囝做总统。这拢显示出客家的族群其实是伫台湾这个土地非常关键的中间的选民。虽然伫客家即个决定会受到宗亲的这个制度的影响，总是咱看见伫都市化、伫即马现代化影响内面，真侪客家的人对伫政治的决定嘛渐渐的改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关心在地宣教的教派。对咱来讲，台湾无遐多无有客人，有一位非常咱所有名的
张文良老师伊特别写一本册，这个册名讲台湾袂使无有客人，因为发现伫去无共款的所在，看见台湾有真侪建设的内面，伫即个生态，伫即个环境中央，伊看见客人伫即非常无简单的环境，非常伫使用土地内面非常有智慧，互人敬佩。咱看见啥物？伊看见客人会当伫溪边种牧草。较悬的所在种稻啊，佮较悬需要有水的即个所在，伊种茶、甲柑啊。伊大声讲，即种好好用伫这土地智慧，是非常无简单的智慧，是客人的智慧。即个剧大家有看过无？哈。这剧嘛是我所喜爱的一个剧，伊咧记录伫北埔茶叶的这个兴起，伊记录茶叶的转型。客家的生理人，因非常的拍拼，因伫茶叶内面坚持要守护台湾土地，因伫甲当因的员工，因将员工当作家己人照顾。虽望拄着经济困境，总是会当互即个金钱，互员工照顾厝内底的人，搁较重要。因看见台湾的茶叶非常的重要，因搁出口到全世界，互全世界人一喙一喙啉着台湾的即个滋味。这个滋味，无只有是茶的香。嘛是台湾的精神，是咱台湾客家的智慧的见证。这历史互人感觉一感动。客家这族群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甲土地连结，所以咱来思考，怎样这个非常拍拼的这个族群，不只是人物甲土地。有深深影响的遮个神明，土地公、五姑爷，嘛会当实在即个做天地的主宰上帝，甲会当陪伴咱经历困苦的耶稣基督。真侪年前，中研究院有一个展览，伊的主题是：你有可能无熟悉客家。伫展览内面，伊就讲。全世界客家的基督徒非常的少，差不多占客家的人数的1%尔。总是你敢知？伫19世纪的时阵，因为基督教传入伫中国这个所在，有一群有客家的意识，并且受到这个基督教影响的人。因看见当时的社会非常非常的艰苦，因竟然开始有反抗的意识。这个真做太平天国开始。虽望这个运动无有成功，总是这运动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嘛，互咱看见基督教意识伫客家竟然会当真做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运动。另外，伫瑞士的基督新教嘛组织白色彩会，将新教传到伫东南亚这个所在。所以，即马咱若去马来西亚这个所在，虽望因大部分拢是回教徒，总是伫沙巴这个所在有真侪客人，因是信仰基督教。这是咱看见这个基督教对伫全世界影响。兄弟姊妹，今年嘛是台湾基督长教会庆祝160周年的时间。伫100年前，李福牧师来到台湾这个土地，伊甲伊的太太来到台湾的宣教，就是来学习语言。因聘伫一位叫做天兴的语言教师，
迄是一个客人，因透过学习客语，会当来带客人来信主。伊伫个批信内面讲，我为着要学习客语，我个延长伫客庄的行程。这个表示伊开始有读客语的过程，佮有基本的客语的讲话能力。伊讲我已经会当用客语，甲即群非常有活力佮聪明的人，用因的语言来举行暗时的礼拜。我巴西朋友出版的客家的白话翻译，对我实在是有真侪帮助。李副牧师伫宣教的路程，甚至会当了解客人的心智来看待，是安怎客人对接受基督教有遮尔大的反抗的行为。伊非常正面的评价客人的性格，看客人是所有本地人的中央，特别团结、进取，会当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所以讲，我对这个族群看见因的好，因的顺势，看见因伫这个性格中非常好的所在。当然嘛有发生迫害的情形，所以伫伊咧看见遮的客人伫这个店咧保护因的传统文化甲信仰的中央，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中，看见这个非常无共款的特质。伫长长的请安内面，咱看见宣教师，看见这个连结历史，客家对台湾族群的重要，帮助咱看见客家宣教对咱台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咱嘛爱同心加入客家宣教的路，希望上帝会带领，互咱伫这个了解的过程中，继续甲伊同心伫这个宣教的计划内面。今仔日咱咧读伫保罗快乐的批内面，咱嘛看见伊伫宣教的中央，怎样来调解伫教会拄着困难。伊先开喙学了菲律宾的教会，讲：恁是我的欢喜，恁是我的荣光，着我靠主坚定徛咧，总是刷落来。伊个讲：我苦劝友阿爹，嘛苦劝顺道基，恁伫主的内面着同心。咱看见特别奇怪的所在，就是圣经记载这两位妇人人的名，友阿爹甲顺道基，因拢是伫教会服侍的妇人人，真热心的同工。友阿爹的名，伊的意思有阿芳、阿顺、阿芳的意思。顺道基的名有好朋友，也是咱讲好运的意思。总是安怎阿芳无法度甲好朋友来做伙同工咧？明明就是两位非常好的同工，有才情，阁有热情，这真符合咱看见好的同工的特质。总是咱嘛知影，伫服侍过程中，也是咱所讲的，当时服侍有的时阵有一寡困难。保罗无讲真侪原因，是安怎这两位好同工无法度同心？这嘛，互咱有真侪想象的空间。总是咱看见伫今仔日，咱咧面对同工怎样同心的过程，咱有一寡方法，譬如讲人格的测验，来帮助咱是啥物款的人，有的人较安静，有的人较爱闹热，有的人做代志爱慢慢来，有一寡人做代志爱较紧，有一个决定。有的人会当甲无共款的人做朋友，有的人却无法度有伊的限制。
总是菲律宾教会真正需要这两位好的同工做伙，若无教会可能无完全。亲像咱今仔日伫咱的总会内面，咱需要无共款族群的同工，咱需要荷兰人，咱嘛需要客人，咱嘛需要原住民。咱看见无共款的族群，有因无共款的特质，这拢是咱的团队上需要的人才。当然，咱有的时阵会因为族群无共款，特质无共款，阁有一寡咱的脾气，看别人无的即个个性，咱阁无法度甲因同工，也是讲咱勉强同工起来，会伫遐斗来斗去，别人看着嘛真艰苦。保罗伫腓立比书的内面，伊无用责备，伊是用苦劝。伊的口气就是我苦劝，你是我忠实的同伴。这是互咱了解，保罗其实是希望同工会当看，这是上帝的工。换做现代咱的处境，有可能这两个富人人是两个族群，有可能这两个富人人是两个家族，有可能这两个富人人是两个团体，也是小组长。会做着领袖，拢是无简单的人物。总是咱看见保罗不止苦劝这两位，嘛希望因会当伫主内底同心，伊阁呼吁整个的这个信用团体，爱互这两位富人人，爱帮助因，爱互这两位富人人阁好同心。因为有时两个人若是无同心，边仔的人阁有来有去。这会造成这个团体对立。咱伫同心服侍内面，咱爱考虑别人，徛伫别人的立场，咱爱想到别人伫服侍的顶面的需要，爱考虑别人爱面对的困难。安尼，咱才会当伫这个服侍的过程中行甲较久。当然，咱知影保罗家己嘛面对共款的艰难。伊过去因为实在耶稣的观念无共款，伊是一个迫害耶稣的人，嘛是一个迫害耶稣群体的人。因七目睭看见司提反的顺道，总是咱知影耶稣基督改变伊，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互遮的军队耶稣的使徒接纳，使徒接纳伊，不只接纳伊，阁帮助伊，互伊会当成做一位行过3摆宣告路线的同工。保罗讲同心服侍是必要的，因为因甲哥里面，阁我甲其他的同工，拢捌因为着即个福音。做伙奋斗，保罗佮强调，这福音是非常宝贵的。咱的同工，咱的同心，拢是因为这福音。这本身是因为咱经历过上帝对咱的疼痛，因为咱的名记录伫这个活命册顶面，上帝活命册顶面来努力，所以同心服侍，佮显出这个必要。咱知，咱有的时阵会想真侪好的策略来去邀请无共款的同工，总是服侍方向，咱应该会当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是对应上帝，上帝的国度，会当有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同工，总是咱做伙看见是上帝的工。早期的宣教师。因随往是外国人，总是因来到台湾，因个开始认同台湾。伫面对台湾的文化，伫面对台湾的语言的时阵，因不只是将家己的文化语言带来伫台湾，因同时间嘛需要家己去学习台湾的语言，
来改变台湾。李副牧师伊去学客语的原因，是因看见台湾当时有食鸦片的这个困严重，所以感觉讲做一个宣教师，若是会当用在地语言，特别会当甲人去对话，是会当改变人的。所以要互台湾人了解台湾上帝对台湾人身体以及整体疼，搁爱分辨圣经的教义。所以咱看见宣教师互咱做的典范，就是讲伫当时的服侍的内面，嘛包括咱去学习对方的语言，进入对方的文化。老实讲，早期的台湾对基督教无有非常好的对待。李副牧师一方面学习客语，希望在地基督徒会当做伙来祈祷、拍拼宣教。另外一方面，咱知伊嘛爱顾虑，若是有在地人接受这基督教，可能会受到伊的亲情、伊的亲族、伊的厝边的攻击，用拍。伫当时，伫屏东内部的道路，伊个亲身面对这两种的选择。总是上帝慢慢改变、带领，看见上帝大能力。现在咱嘛看见伫屏东迄个所在有客家的教会伫遐。保罗认为，咱因为时常甲主结连，咱爱欢喜，甚至用命令的口气，着欢喜。当今服侍的方式，就是咱爱欢喜。常常的欢喜，另外阁互众人看出咱的宽容。欢喜甲宽容是咱伫当工的内面上好的两种的品格。欢喜代表咱有接纳，阁学习去欣赏；宽容，咱虽然对伫当工有的时阵，咱的要求，总是咱嘛爱有一寡宽容的方式。去帮助人会当成长。保罗提醒兄弟姊妹，主要过来啊！亲像咱逐日等待上帝共款，上帝较是咱要等待对象。咱有挂虑，毋过所有的代志，毋是咱家己也是当工拢会当完全处理的。咱伫当工的过程中，有的时阵，咱想要负责任，总是无法度真正拢完整。毋过，咱爱记咧，咱是人，当工嘛是人。有时人真无法度遮尔紧较改变，咱会着急，着急当然是好，毋过对伫人，咱个爱有耐心。保罗伫遮呼吁讲，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影。有人讲，祈祷是上好的秘方，虽然看起来有一点仔消极，可是毋是用咱家己的方法来改变。毋过有一寡代志，真正只有用祈祷，互上帝来做。咱无法度全部的人拢会当改变，有法度改变人，咱感谢主。无法度改变人，咱嘛仰望主。咱所想的是，互这位万权能的上帝通知，互伊帮助咱会当去处理咱的智慧甲咱的能力无法度的所在。不如讲安尼，上帝所赐迄超越一切了解的这个平安，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上帝引带，上帝带领，是即款的方式，是咱伫当工过程中上重要的。有时阵，其实毋是上帝要透过咱改变别人，是上帝要训练咱。因为信靠上帝，了解伊所想事的，超越一切所了解的，就会经历
迄种伫上帝内面完全的平安，因为咱的心思意念拢会伫上帝内面。最后，上帝保罗的结论是讲，但是会建立好的德行的代志，若是值得称赞的代志，一切真实的、通尊敬的、公正的，一切纯洁的、可爱的、通学乐的，遐个拢着常常放伫咱的心内。这就是当心服侍的毋望，就是咱会记咧，这个好事，咱拢放伫咱的心内。宣告服侍的过程，有的时阵当然有好有歹。总是保罗伫遮讲的，是咱爱纪念这个好事，将这个好事诚做咱咧宣告顶面好的军队的方式，亲像咱看见客家宣告的法典共款。一开始当然要对一位客人传福音是诚困难，总是咱看见上帝透过智慧透过伊信心的带领，不止一个客人来明白福音，是一家，甚至到建立客家的教会，到建立客家的中会。即马伫总会，咱的客家的宣告，就是咱希望每一个有客人的所在，咱拢会当有好的传福音的所在。今仔日我嘛要邀请上联教会，咱做伙同心来关心客家的宣告。我相信上帝感动咱，互咱听见客家的呼声，看中台湾实在需要这非常有智慧的客家，互咱会当支持伫客家宣告的顶面，伫文化语言的这方面的改变。咱看见伫客家的宣告顶面，咱有要紧的是有客人的所在，咱也有客家的团契、客家的礼拜。咱真感谢上联教会伫客家的礼拜的顶面，一直有真好的客家的团契，嘛伫即个帮助客语的即个翻译圣经的部分，互客家的人会当听见上帝福音。咱嘛看见，咱嘛爱关心伫神学院，并且传教者嘛有客家意识，通为着即个栽培客家的传教者做伙努力。我相信，亲像保罗所讲的，恁对我所合适的，阁是所要接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才会咱继续去实行的时阵，会经历平安的上帝，甲咱三角地带。愿上帝带领咱做伙伫客家的宣告顶面的同心努力，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互阮看见你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疼，嘛互阮会当参与你伫客家的宣告的内面。阮看见伫阮的厝边，阮的同事、阮的朋友，有诚侪客人，因需要上帝你的拯救。求你帮助阮，会当明白，做伙同心来服侍，通过你的疼，超越族群，超越语言，超越教会，伫上帝你所赏赐阮的上帝国内面，阮看见你经派李修牧师的模范，阁有遮客家真侪前辈因水的脚业，阮相信你要兴起阮，继续客家的宣告。会当同心参与你拯救客家的计划，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三个来用回应诗回应上帝听，圣诗168首。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兄弟请起立。
遐坐请坐，这是咱要同心来奉献。遐这请起立，这是咱三角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全能的主，阮伫遮，愿你垂听阮，阮愿意献就阮的时间甲财情来互主用，求主来感纳，嘛保守阮诚侪合伫主你心意的好关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遐坐请坐，这是咱要做伙来关心教会的圣工，还有真侪事工。首先，今仔日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奉献主日，真感谢总会客宣的干事。庞连牧师代表前来本会正道请安甲事工的报告，请遐再继续来为着客家地区的宣教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谢谢黄牧师，谢谢。接着是咱的集体关怀的部分，本会的会友
李素梅姊妹，就是王金华姊妹的妈妈，伫9月15号安详主怀，且兄姐关心大祷，愿上帝安慰遗嘱。第三个报告事项就是牛埔庄港寓所委员会的消息。今仔日有一个演讲，讲题是熟悉交杯半暖，讲员是杨世邦医师，嘛是一位作家。伫礼拜煞以后，今仔日礼拜煞后，咱到12点20分时间用餐的时间，12点20分开始演讲到3点，有一个专题演讲。伫即个所在，咱16个礼拜堂，咱的讲座若是无报名的兄弟嘛，欢迎来参加。若是讲你有事先来报名有定参点的兄弟，请配合伫12点20分以前，伫咱的10楼的走廊的所在来摕你的参点。时间若是过着无法度听候，请兄弟会当来注意。第四个报告事项是咱的中保大道新东港的报告事项。若是讲你对于咱的祈祷，对祈祷有感动，愿意为着伊别人的需要以及教会的事工来大祷的，欢迎来加入咱教会的中保大道事工。若是有感动的兄弟，会当对教会的刘家芬干事来洽询。即时请兄弟做伙来欣赏一段鸦片。大家平安，我是淑芝。我是淑芝的先生承德。我这4年来生病，有很多次都是上帝很大的救赎。那这一次是在6月10号，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就是我的颈椎之前就一直不舒服，就是突然之间那天就整个颈椎完全不能动，那也不能坐，也不能站，也不能躺，所以我的手要一直抱着我的头。那非常的剧痛，那就送到马街的那个急诊室去等病房。那因为非常的痛，那我也很害怕，因为是颈椎，然后这第一颈椎、第二颈椎那个地方，如果最严重就是会瘫痪。刚好都每天有看《每日亮光》圣经节、使徒行传彼得被救，脚铐被天使放掉，然后被救出来。那我觉得当时彼得所处的状况就是非常的危急。也是会面临死亡这个问题。最重要，我要分享的是那个切切的祷告。那份切切祷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力量。那我看到那一篇之后，我就看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就告诉我的哥哥们，我就告诉他们说，我需要你们帮我切切祷告。还有，因为我有参加中保代祷的工作，所以中保代祷的所有人也都为我切切的祷告。在那个过程中，我真实经历到很特别的经验。因为住院4年以来，就是这一次是切切祷告之后，就好多医生，有的根本就是不认识我，也跑进来关心我，各式各样的医生都跑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经验到，就像天使一般的，一直都有人涌进来关心我。后来就有检查出来，目前我还没有开始治疗，只是先用控制的。一直到我有去门诊的时候，目前可能采取电疗的方式。那因为电疗就是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都会有电疗，所以再度的祷告，祈求主耶稣的医治，这一次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因为跟淑芝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经验到重症的治疗过程是这么的艰难。这一次是对我来讲是完全陷入恐惧跟害怕当中，感谢天父也应允了所有的我们的祈求。那我太太非常的勇敢那韧性非常的强，她也每天都在透过祷告祈求天父保险医治。那这一次是真的安全度过，虽然还没有治疗，可是已经是完全可以每一天都能够不依赖他人的起床，可以运动，可以吃饭。那对我来讲，这就是重生的一个开始。我要很感谢赖亮长老这4年来一直都照顾我，还有我的3哥，
也是一直每天都关心我。那最感动的是，在那天我送到医院的时候，我的大哥就从嘉义坐高铁来，我的四哥是从林口开车，一路一直哭，在我的病床前，他们都跪着祷告。那我感受到小时候我就是个哥哥疼一个妹妹的感觉，在当下。但是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服侍，我也觉得我应该要有服侍，我就从中保代祷开始。那我现在就是要很认真，每天一直读圣经，我想要传福音。上帝他让我经历这一次这么严重的生病，又让我留下来，是要让我在基督徒的身份里面好好把圣经认真的读好，然后要学习如何传福音，所以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和努力。中保代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看起来我们是去帮别人祷告，其实在那中间呢，会经历到看到别人的痛苦，然后会看见那个上帝对他们的照顾。多了一个人代祷，就多了一个人的力量。然后看起来你是在帮他代祷，你也同时也被祝福。那每一个时段都可以有人进来代祷，会帮助到更多的人，对教会也非常好，对别人也很好。同时自己也会经历到很多上帝的爱、耶稣的爱的经验，也是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愿上帝感动咱，为着别人的需要嘛，愿意献就咱的时间甲财情来互主用，愿上帝亲自来敬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这是单位做伙来关心煞接的报告事项，要请牧师、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才有几位吼。第一位是林芬姊妹，吼，遮吼。伊是住伫咱的安养中心吼，今日要来参加咱下晡的讲座，吼，欢迎。第二位是王某典李祖温。好，欢迎啊！第三位是这是咱贵准乡长的遗族的家属，而且家属吼，要来大家说多谢，请恁起立吼。感谢大家昨昏的关心吼。这个一位洪秀纯，吼，真好，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甲咱敬拜。哦，什么人？哦，王国龙长老介绍一下好无？好，啊这，还有咱今日讲师啦吼，黄香莲牧师吼。好，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是普天的每一个民族的主，也是阮生命的主宰。阮将阮本身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阮中间有失志的，求主亲自安慰；有病痛的，求主亲自医治；有失了亲人的，求主互阮看见属天的愿望。我也特别为着阮中间的新朋友来祈祷，求上帝亲自赐福看顾。或者新的朋友来到阮的中间，会当透过教会，更加了解主上帝的伟大，会当敬拜
真神上帝。求主亲自赏赐福气，互阮每一个人，用阮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们做伙来吟祝福诗，圣诗513首，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下次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信心的感动，甲阮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下次请坐，密道社温强受切恳。